創作嘅太空飛行儀器。佢呢度呢，就有個太陽能板，佢就可以吸收太陽能。但係好近太陽嗰陣，佢就可以打開嚟吸收多啲太陽能。佢下面呢，就係個駕駛艙啦，睇下。佢呢一度呢，呢一塊好大嘅板呢，都係個太陽能板嚟㗎。上面呢嚿，佢嘅任務呢，就係穿梭太空，揾人類未揾過嘅地方，所以佢就要 send 信息俾人類，所以人類知道太空嘅樣係點樣嘅。最後就係個推進器，佢就用呢個嚟喺太空度穿梭嘅，睇下。多謝。